麦当劳牵涉性侵的案件，有一个姓李的前主管被指控性侵工读生，正情是无起诉处分。不过，这小女的家属提出再议了后呢，高检顶一日认定专案侦查不完备，发回树林地检署继续侦办。我女儿都已经过世了，我们等到一具冰冷的尸体。 为什么家孩子还可以在外面逍遥法外？这个恶人应该要绳之以法。替查某囝讨公道，拄着为着困难，当场情绪失控。小女家属不满去年发生的麦当劳好亲像涉嫌性侵案，涉案前主管得了无起诉处分。经过提再议了后，即马有好消息。检察官这边想要再重启这个调查，我真的是我们家属看到唯一的一个曙光。我希望说，在下一位检察官可以 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我希望说司法可以真正还我们一个公道。毋甘17岁囡仔当青春就自杀，家属上阵查某囝2年外前，伫麦当劳做事，讲互姓李前主管涉嫌性侵，都是囡仔自杀的关键主因。毋过树林地检署认定罪嫌不足，已无起诉结案。即届经高检署审查了后，认定侦查无完备，甲专案发回诉检，命令继续侦办。先前检察官都是朝向这个强制性交的方向去侦办啊，而去忽略了掉这个 全是性交的部分，这种通常案件并不是有那么多证据去足以去证明说被害的一些相关的过程跟原因，但其实这并不能就是这样子去导向说是两情相悦的这个方向。专讲这件案件欠缺有够的直接证据，按过小女家属的委任律师讲，这种的妨害性自主案大部分是靠间接证据证明，国叫检方唔通疏忽专案，嘛牵涉到权势性交。这届发回了后，犹太检方收到公文，分案继续侦查，唔那刑事调查有新进展，家属嘛无排除提起民事诉讼的求偿。记者综合报道。